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卫福部这份上届新的调查，已经结婚的太太，逐工照顾家庭的时间是4点外钟，做先生的者1点外钟。这个太太比先生是加出着3倍，啊，逐工做家事的这个时间呢，太太2点外钟，做先生的较无1点钟。这个时代愈来愈进步，但是查某人那像是愈来愈歹命。 我的儿子写作文说，我的妈妈很烦，还喜欢逼我学习。我的爸爸就特别好，工作努力不回家，从来都不骂我。他都不回家，他怎么骂你？无讲无生气，愈讲愈气，真个太太看法拢同款。我觉得，那我明天要穿什么？我明天早餐要吃什么？然后我的水壶有没有洗？什么全部都先找妈妈。对，我觉得一天可能要被叫几百声的妈妈。 吴小姐是2个囡仔的老母，日时上班，暗时下班回了，还阁继续加班做老母的，真正拢无通休困。下班之后比上班还累，因为上班我自己中午可以跟同事去聚餐啊，就放松一下。可是下班之后然后可能要洗便当袋啊，然后帮我们打点明天的早餐啊。请问先生？哦，先生就是提款机的概念，没有了。 类单亲家庭，佫真正有够忝。卫福部的调查，每日工无薪水照顾家庭的时间，太太是差不多4点半钟，先生1点半钟。太太是先生的3倍。太太上无闲代志，头一就是做袂完的家事，过来是照顾还未满12岁的囡仔，也是65岁以上的亲人。然后小孩一醒的话，妈妈就会很警觉。我自己是还蛮警觉，我就会立刻醒来这样子。对，那他呢？ 那爸爸想说，已经有人醒了，他就可以继续睡啊。加算算用伫做家事的时间，太太差不多是2点外钟，先生斗的较无1点钟。专家认为社会价值观，议员认为女性必须负担较济家务，这必须要改变。消息的老爸出现，怨叹的老母快乐，微妙极强，不是勉强。